행계 공감사. 大家好。考量做럽전 니버我先当我写的这个音，体力呢럽전什么全部都配不写的这个音。前面我们学习了结识一课，那么通过结识一些藏族朋友，您肯定有机会到他们家去做客。那么藏族人素来是非常热情好客的民族，我想您到藏区以后一定会感受到这一点。那么今天我和边巴老师就有关于去别人家做客一方面常用的词语，给大家教一些普遍用的一些句式。那么当您去别人家做客时，因为不确定地址，您经常会问到这样一句话：这是扎西家吗？第，这是哪个什么看这边？这是扎西拉家吗？第，这是哪个什么看这边？这是扎西家吗？第，这是哪个什么看这边？这是扎西家吗？第，这是哪个什么看这边？这是扎西家吗？那么如果是扎西家的话，那么人家肯定会说是的，请进。那么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？是亚撇塔，是请进。是亚撇塔，是的，请进。是亚撇塔，是的，请进。是亚撇塔，是请进。您进到人家的家里，人家肯定会说请坐，请喝茶。那么请坐请喝茶的藏语表达句式应该是怎样的？书店讲过说起缺糖，请坐请喝茶。书店讲我说起缺糖，请坐请喝茶。请坐请喝茶。书店讲说起缺，请坐请喝茶。书店讲说起缺，请坐请喝茶。在藏族人家里一般都有干牛肉，那么他们肯定会给您献上一个很好吃的干牛肉。那么这时候应该是说请吃干牛肉。那么请吃干牛肉藏语应该怎么表达呢？苏中干不缺糖，请吃干牛肉。苏中干不缺糖，请吃干牛肉。请吃干牛肉。苏中干不缺糖，请吃干牛肉。苏中干不缺糖，请吃干牛肉。这时候您也得客气一下，那么说谢谢，我自己来，应该用藏语怎么说呢？托起起，我的需求，谢谢，我自己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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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藏族人家庭还经常有酒，有白酒，有青稞酒。那么当然他们也会给您说喝白酒还是喝青稞酒。写了缺嘎，缺将缺嘎，喝白酒还是青稞酒？写了缺嘎，缺将缺嘎，喝白酒还是喝青稞酒？写了缺嘎，缺将缺嘎，喝白酒还是喝青稞酒？写了缺嘎，缺将缺嘎，喝白酒还是青稞酒？人家也会很客气的对您说，不要客气，请多吃一点。突正难过马日，忙咱们缺他。不用客气，请多吃点。突正难过马日，忙咱们缺他。不要客气，请多吃一点。突正难过马日，忙咱们缺他。不要客气，请多吃一点。突正难过马日，忙咱们缺他。不要客气，请多吃点。
当您吃完了一碗香喷喷的咖喱饭时，你也许会说这句话：咖喱饭很好吃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？ 샴제 티 하자 신부두咖喱饭很好吃。 샴제 티 하자 신부두咖喱饭很好吃。咖喱饭很好吃。샴제 티 하자 신부두咖喱饭很好吃。当您吃好了，您肯定会说这句话：我已经吃好了，谢谢。 당예 야구슈비 토지치 我已经吃好了，谢谢。 당예 야구슈비 토지치 我已经吃好了，谢谢。당예 야구슈비 토지치 我已经吃好了，谢谢。 당예 야구슈비 토지치 我已经吃好了，谢谢。 您最后不妨客气一下的对别人说：“请来我家做客。” 제마 니에나라 펩쇼아 请来我家做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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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我们学习了去别人家做客时常用的句式，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进行一些重要句型的练习。下面我们对重点句型进行替换练习。第一个句型是디卡着卡着节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。比如说牛肉干擦拭干不，디擦拭干不时，这是牛肉干。디擦拭干不时，这是牛肉干。比如说红茶茶不地，디茶不地时，这是红茶。디茶不地时，这是红茶。比如说奶茶我家，这是奶茶。디我家时， 디我这里，这是奶茶。比如说酥油茶茶水吗？这是酥油茶。디茶水吗时， 디茶苏么时，这是酥油茶。比如说土豆，디小货时，这是土豆。 디小块时，这是土豆。第二个句型是卡里卡里雀糖，请什么什么什么。这里的请包括请喝、请吃、请穿。比如说饭，血辣，血辣雀糖，请吃饭。血辣，雀糖，请吃饭。比如说上衣，对通，对通雀糖，请穿上衣。对通，雀糖，请穿上衣。第三种句型是卡里卡里撇糖，请什么什么什么。比如说商店里葱康拿了，葱康拿了撇糖，请到商店里。那么上面的藏语撇糖包括了到什么什么里来的意思。葱康拿了撇糖，请到商店里来。比如说来家做客，拿了슈가撇糖，请到家来做客。拿了슈가撇糖，请到家里来做客。第四种句式是哈家行不读，也就是什么什么很好吃。比如说水果心剁，心剁哈家行不读，
水果很好吃。心多，哈家行不毒，水果很好吃。比如说，鲁蟹，绵羊肉。鲁蟹哈家行不毒，绵羊肉很好吃。鲁蟹，哈家行不毒，绵羊肉很好吃。比如说，肉包子，夏馍馍，夏馍馍哈家行不毒，肉包子很好吃。夏馍馍，哈家行不毒，肉包子很好吃。第5种句型是卡里卡里格斯属，欢迎什么什么。比如说，来参观。Sigor nawar pepara， Sigor nawar pepara， 格斯属，欢迎来参观。Sigor nawar pepara， 格斯属，欢迎来参观。比如说，来指导。Zubti nawar pepara， 欢迎来指导。Zubti nawar pepara， 格斯属。Zubti nawar pepara， 格斯属，欢迎来指导。比如说，来参加我们的晚会。参做了 Suga pepara，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晚会。参做了 Suga pepara， 格斯属。俺去参做了 Suga pepara， 格斯属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晚会。前面我们学习了5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5种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跟着说就等着啦，是俺这边了。对吧？那等着啦，结果有了。我在小王这头也变了的。也对的。修的。你叫他说是修。多吃。계란 대부인데. 나 대부인 난다. 계란인데도. 왜 남다민도? 계란 떨라 부서 근데도. 콩난다민도. 더 주세요. 소시다. 알았어, 좋지. 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。孙波，第3。孙波，第3。准布尔佩巴，做客。准布尔佩巴，做客。迪尼，这个呢？迪尼，这个呢？sim卡，加。sim卡，加。牙佩，请进。牙佩，请进。随着去喝茶。随着去喝茶。撒，吃。撒，吃。擦色干部，干牛肉。擦色干部，干牛肉。虽重，牛肉。虽重，牛肉。忍逆，自己。忍逆，自己。阿热，白酒。阿热，白酒。喜热，白酒。喜热，白酒。缺枪，青稞酒。缺枪，青稞酒。滚，要，需要。滚，要，需要。突这么呢，客气。突这么呢，客气。忙咱们多一点儿。忙咱们多一点儿。香这咖喱饭。香这咖喱饭。
吃阔夹怂，肚子饱了。吃阔夹怂，肚子饱了。年囊，我家。年囊，我家。点睛，单增。点睛，单增。我子，哎呀。我子，哎呀。小王，小王。小王，小王。吃什么水？打酥油茶。吃什么水？打酥油茶。痛，喝。痛，喝。也不好。也不好。戳不朋友。戳不朋友。戳死长。戳死长。脏吧，脏吧。脏吧，脏吧。缺枪，请喝酒。缺枪，请喝酒。丑娃，味道。丑娃，味道。扛着赌，如何？扛着赌，如何？今天我们学习了到别人家去做客时常用的语句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境练习。那么您是否对以后到藏族家庭去做客更有信心了呢？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节目见用。再见。